隱世情侶養豬創業3年賺100萬。我的豬呢，你也看到了。首先，我們讓它每天都很快樂的放出來吃草，呼吸山裡的新鮮空氣。然後呢，我們豬不吃任何的化學飼料。同時，我們的小豬呢，還會有玩具給他們玩耍。呢一個係李士傑同女友惠莎莎嘅養豬理念，快樂養豬，養快樂豬。佢哋本來係西安翻譯學院嘅大學生，但諗到畢業之後前路茫茫，讀完大二之後決定唔讀，歸隱田園，喺山西運城積山縣一個山谷開展佢哋嘅養豬事業。我的夢想呢，就是今年前開出我的第一家三樣屠豬專賣店，然後把我這些高品質豬肉能夠提供給大家。網上流傳佢哋3年賺100萬，佢解釋呢一個其實係所有投資同收入加埋嘅總數。雖然佢哋今年純利預計達到40萬，但李士傑話唔贊成其他人學佢退學創業，建議佢哋先完成學業，最重要嘅都係三思而後行。